来继续来看进前9月18，花东大地震已经过2礼拜。花莲这个偏远山区的部落修复加强，竟然也是无进度。花莲上埔福音部落，迄个厝还阁害伫遐，有袂少乡亲生活伫咧惊狂当中，有的人根本唔得啊，返去厝休困。尤其是这个部落以老大人占多数，嘛唔知要安怎来申请补助。因希望政府单位会当阁来部落行看看咧，看是毋是会当提供更加实际资源。去台北募款，而且我跟我老板说，先处理我这个房子，要不然我的房子要垮了。看到家己的厝卖大钱，募款借钱来做整理，想到亲人逐工伫危险中的生活，福音部落的人讲到后甜。他们说会勘察，我们也都一直等不到勘察的结果，到底要怎样？公所是有说会补助啊，但是我们只申请上去，但是我们该怎么动作，我们都还不知道。地基落落，厝拢煞位，好住好心惊大兄规暝拢唔敢困。9日的地震已经过2礼拜外，花莲上埔福音部落修理加远的进度有够慢，搭红单的厝也未拆掉，在地人真着急。我家裂了，政府没有来看，他只有去我那边拿1包水泥，然后他只能就是东补西补。地震结束了，可能物资都发完了，勘灾也勘完了，可是你实际这样走一圈，部落是非常严重的。敢会使靠家己修理，厝底漏水嘛勉强继续住。有的厝已经歹了去啊，都要开真侪钱才会当征收。部落内面差不多拢是老大人，经济能力无多负担，申请补助嘛袂晓，希望政府斗相共。就近跟我们的乡亲来说明，如果有漏裂的，之前不知道要提报的，认为有危险度不适宜居住的，我想可以及时的跟我们的里长做联系。地震后有真个所在拢需要重建，不过福音部落的人惊讲因互人放袂记去，除了自立自强，嘛希望政府赶紧想办法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